出去，你看到了世界；走回来，你看得见未来。择一城，幸福安居，其乐融融；择一校，施展才华，成就梦想。有这样一所大学，它传承着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天津大学等高校的文化血脉和基因。60多年来，从这里走出了37位两院院士。仰望浩瀚深邃的星空，有2颗闪耀的小行星，就是以中国地质大学的校友命名。60多年来，这所大学辟山建校，栉风沐雨，怀揣梦想，奋力前行，被誉为地学人才的殿堂，地学研究的重镇，地学文化的摇篮。如今地大全面开启地球科学领域国际知名研究型大学建设新征程，以昂扬的步伐走进新时代，实现新作为。今天，地大向全世界的青年才俊伸出热情的双手，只为与你相见。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、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。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，加快建设人才强国，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、科技领军人才、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。武汉，一城秀水半城山，湖光山色随处现。武汉，人文荟萃，华中第1大城市，新一线城市，国家中心城市。武汉9省通衢，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，发达的高铁网，5小时城市圈，全覆盖北上广深、西安、重庆，密集如丝的飞行航线连接着世界各地。武汉，生态之城，宜居之城，大学之城，创新之城。83所高等学校坐落在武汉的青山绿水之间，是智力资源的汇聚之地。东湖之畔，南望山下，地大人以向上创新的姿态，努力书写高等教育的奋进之笔。地大拥有一流的学术大师，创新的思想在这里交融激荡。地大拥有一流的科研平台，创新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。地大拥有一流的成果转化平台，创新的成果在这里破土而出。地大拥有世界一流的学科以及和谐共生的学科生态系统。地大对天下英才求贤若渴，人才强校，人才兴校，在这里不仅是观念，更是行动。人才强，学校兴，地大梦需要更多有志青年的加入。只要你够优秀，我们的人才工作经费上不封顶。地大勇创新，探索3融合人才模式，着力培养创新型拔尖人才。地大重实践，艰苦朴素，求真务实，打造实践教学的大平台。地大有担当，主动服务国家战略，携手江城共发展，实施地学长江计划，
伫立长江，书写绿色发展新篇章。地大广交流，发起成立地球科学国际大学联盟，组建丝绸之路学院。在海外建有3所孔子学院。地大能攀登，师生成功登顶世界7大洲最高峰，书写勇者征途的当代传奇。不畏艰苦和挫折，总能到达光辉的顶点。地大校园美丽，春樱夏荷，秋桂冬梅，鸟语花香，如诗如画，空气清新，沁人心田。地大人际和谐，诚信厚道，忠诚友善，是地大人的本色。互相关爱，平等待人，是地大人的传统。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没有新老内外之别，有的是尊重与敬仰，关爱与善待。地大爱惜人才，多措并举，广纳天下英才，引得来，留得住，发展好。在地大这片沃土上，人人渴望成才，人人努力成才，人人皆可成才，人人尽展其才。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，聪明才智充分涌流。我回到这个地大以后，我现在呢主要是从事新能源的研究，商业化进程呢也得到了国内外相当多的同行的认可。来到地大有家的感觉，这里有支持，有温暖，有奋斗，更有收获。这里有优秀的科研团队，良好的硬件设施。我很幸运来到了地质大学，在这里找到了家，也找到了未来。在我的事业起步阶段，中国地质大学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，迅速组建了生命分析团队。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provides a fantastic environment for research with comfortable, quiet office space, wonderful students provided with financial support. 作为学校的党委书记，我愿意做人才的服务员，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。我的办公室始终向你们敞开，我的手机24小时为你们开通。Welcome you， 来地大和我们一起，来地大和我们在一起，来这里我们共筑未来，来地大和我们一起，来地大和我们在一起，来地大和我们在一起。中国地质大学欢迎你